阿鱼现在经常晕倒，是因为你，所以你还是趁早离开他吧。你一身旧疮新伤，耗费灵气炼化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萤火虫与我心意相通，只要放在阿鱼的身边，他想我的时候，随时都能够召唤我。那也送我几只，让我想你的时候也能召唤你。你都是不请自来。哦，那你想不想知道关于阿鱼的事啊？什么事？快说。没有萤火虫，那也要给点甜头吧。干嘛？我也想试试有人伺候我吃栗子。帮我拿工作。快说！你要再不说，我就让你满嘴牙都崩掉。好吧，我是想来提醒你，你跟阿鱼最好还是离远点。阿鱼肉体凡胎，你如今体内灵气匮乏，会自动吸取阿鱼身上凡人精气。那会如何？人妖殊途，死路一条。我跟刘莹是为何无此情况？那是你灵气充沛，无需外求。况且你们相处不久，她就嫁给了护妻命格的许志远。阿鱼现在经常晕倒，是因为你，所以你还是趁早离开她吧。你快告诉月池哥哥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